2022年 HBL 高中篮球联赛查甫组，今年的冠军是新德市光复高中，因嘛是头一届摕到这第1名的好成绩。全队队员等来到学校受到正人的欢迎。新德市长林志坚嘛请队员吃牛排，搁再颁发140万的奖金，要来鼓励这队员。 篮球队员对车顶一落车，店面受到全校1500多人热烈欢迎。新德市光复高中今年摕到 HBL 男子组第1名，每一个队员在比赛过程中拢尽全力，过去辛苦换到甜蜜的成果。一路上的路程，其实我们并不孤单，对我们有强大的市民做后盾。从市民到市长，到我们所有光复中学的师生，最坚强的力量给我们做护盾。 所以，我们这次在4强上，我们才无所不能的，全力为新竹市留下冠军。新德市长林志坚邀请学生来餐厅吃牛排，另外在现场宣布要发140万奖金给全队队员。然后也感谢新竹市，然后整个市民啊，还是整个学校的人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一起争取到的，然后。 最后还是再谢谢市长，他颁发那么大的奖励给我们。听到的时候有愣住，就是还没有那么反应，但是在讲第2次的时候就突然就很开心这样。总教练表示，这次冠军不只是学校，更加要献给所有的新德市民。这摆是办 HBL 比赛15档以来，冠军第1届由湘北市以外城市得到，学生拢感觉真光荣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